就是当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发光体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想要多跟你亲近跟相处。我觉得应该是要指向明天。你搞掉我的代志，我做到搞。我喜欢你很久。哦，多少钱？最高跟我这么抬头。可是我觉得你交女朋友很好福利啊。没有，那是大家只看到成功的例子啊。因为比如说以前也会学生时代，我国中的时候喜欢真的选全班最漂亮的女生，可是我每次看他喜欢的男生都是那种打球的啊、高的啊、帅的啊，那我那个就压抑了3年都不敢跟他讲我喜欢他，但他知道啊，但是反正就是一直对我来讲，就是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，因为最后我跟他，反正他到国3突然就跟我说，其实他也有喜欢我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然后就跟他中午睡觉这样趴着手牵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牵了1个礼拜，1个礼拜之后他就被别班的一个弹吉他的帅哥拔走了。我们现在是朋友，就是我跟他聊这段，他是没有这段记忆，他说哪有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就是朋友嘛，所以就说一直都聊到说，我意思说，我的初恋好像是你，没有啊，哪有？如果电影哦，你寄来塞到我的同款，我同款就转掉。哦，就像我高中也曾经交过某个女朋友，然后我有人就喜欢她，我就把她，因为我们高中都写班制嘛，然后就把她照片贴到那个班上，我觉得她长得很可爱，就被全班同学嘲笑，长得河马之类，就反正就大家都笑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是一个我喜欢你，你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的那种概念，就我会因为一个女生的一个小的点，然后而无限放大，觉得她真的好棒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大家觉得我厉害是因为我是说什么？是因为我是一个对女生大部分女生来讲就是觉得无害的一个人啊，就觉得啊，常常跟她相处，她就是这样啊，但在旁边这样子，还蛮好笑，蛮好玩的、啊。所以事实上，我身边你们有时候看到，有时候是在媒体拍到一些女生，根本就不是女朋友，真的就只是姐妹啊，什么什么。像我跟Selina出去，我们俩是勾肩搭背，什么就是很好的姐妹啊，然后没有那种爱情的杂质。那你说？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喜欢一个女生，首先你不能太自卑，因为女生因为很多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弄得就很自卑、很可怜这样。那我是一个女生，我为什么要去跟一个就已经这么自卑的人在一起呢？我应该是要找一个好像，当然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，女生会激发他们的母爱，但是如果真的要走进爱情的话，你应该要是你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会让对方想跟你多相处啊，或者跟你相处他觉得很快乐啊，或是你很贴心啊，或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好像蛮重要，或是你可以带他去看不同的世界啊这种。之前陈汉典有来找我说，可不可以教我怎么追女生？就他来我家，我们2个人坐在那边，我跟他聊了好久。我跟他讲说你有兴趣吗？我说你有收集公仔吗？你有收藏相机吗？还是你有收藏玩具吗？你喜欢打电动吗？他下面没有一个，我就会跳舞这样。我说那你要不要试图让自己的兴趣多一点，然后比如说多看一点不一样的书啊，或者你有多一点不同的兴趣啊，或者你去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有一阵子我都在玩剑狱嘛，那我发觉当这个有人玩剑狱玩到在那个领域，他会像神一样发光，就是当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发光体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想要多跟你亲近跟相处，所以有些时候。并不是说你都会进攻，而是你都会把自己经营的好一点，或者你把自己变得迷人一点，对啊，懂事一点，吸引到一些就会靠近，就会自然而然，不只是女生的朋友，你朋友多，然后你就也会有比较会有恋情展开，而且你要勇敢啊，你永远坐在家里面，然后你要永远透过网络交友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碰到真的人的温度啊，